是服务收费。毋通朋友问到来讲，1分、2分、3、4、5分2成现金，甚至于你有千万不得分，所剩出现金。咱过去拢是政治服务，咱把服务当作是咱的收入道路，要收解决的迄个路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物件。就是因为咱佛道弥勒祖、当时五祖家己也是讲，你一定将彼此而福的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咱的自性入灭，自性入灭就是地狱的意思。好好求呢，那按这个福会当救度你入道超苦海呢，无可能的。所以因此，咱即厝，尤其白人的地处，白人的地处，甚至咱已经伫咱道中拢是一个领导者，但是咱道中的领导者，咱嘛不应该听这个听无，咱听无，咱嘛不应该无来参与，是安怎？因为咱是带一帮人咧，换一个解释，佛道离金刚经，伫迄个第15品来讲，伊来讲啥物件？若落生活者，即个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为此经不能听书学习就应该说。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，叫做佛经世见，是不是呢？既然咱是要为如来，咱要为弥勒所师来传了这个大法，今日咱毋捌这个大法，安怎要来传大法？安怎要来传大法？就是成讲一句话，一万民众向天入我看。当然，新道亲，你讲毋通讲这个物件，这是道教。毋过今日二千口的道亲，已经对于道中世间的这领导者，各毋通讲这个物件，这是不应该，是不应该。咱家己毋捌，搁互人毋捌，咱拢以地互人做修法的诱定，修法的诱定，伊袂真正，哪能毋捌？所以咱无有感受讲，只要你一个捌，这个菩萨胜过3000大千世界之宝。这佛道，伊甲你讲，真理者、实理者、如理者、不公理者、不有理者，伊一直甲你强调，一直嘛甲你勉强强调。你今日只是会当受持读诵此经，不能解说。你这个人不得了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咱会当找一个传教，咱会当找一个传教出来，比你个伟大车的对头路边啊，的山车较重要。所以今日咱的重点就是要安怎？毋过今日咱每一个人有一个咱每一个人有一个下面处，咱拢咧探看天上的。咱看到天上迄点伊面尾遐尔水，咱拢无去了解到咱家己一粒的明珠，佮比着迄点天上花较水，天上花会当欣赏，毋是变。但是你家己有一粒夜明珠，即个自性的夜明珠，咱拢总无去甲发觉嘛，咱拢真正无去甲互伊讲着，因安怎讲，咱甲看着。咱来看，所以今日咱咧学到这套《金刚经》的原理，当然是透过着经义的意思，来指导咱的三宝实法。早头咱我讲着，当然要讲着经典以前，这是32分完成教练太子分的亚数。伊当时佛道伊是要分做32分，当然。因为来听着咱话讲的应该拢清楚，要袂来听着咱话讲的，当然理解按做介绍。因为这部经典过去佛道是无分做32分，就是因为当时咱的教练太子是梁武帝的后生，
为着要互咱今日这部金刚经会当考明白，所以把分做32分，互咱较简单。所以因此当中，咱进前对12分讲过来，那12分讲过来以后当中，咱当然一定要对12分内底甲延伸落去。但是阮对12分甲延伸落去，因为咱直接就听13分，可能咱有感觉怪怪。那12分是咧讲啥物件？当然，伊是咧讲尊重正教分。这个尊重正教分是教练太师讲，甲你强调者，毋是佛陀讲的。伊是要知这段意思，大约是咧讲你什么目标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当时佛陀讲，复出师菩提，随说是经，乃至四义顶，当地之处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如他愿。何况有人真能受持作相，师菩提当地是人成就第一已有之法。若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一分若尊重为主。当然，这个咱学校伫进前已经用到迄个时间甲介绍，所以因日无要讲即个。啊，即部话重点，咱学毕竟爱得来了解清，因为这部经典的重要，就这部经典的思想重要。伊讲，因为当然正教，咱听着尊重正教，迄个正就是不偏，哦，正就是不偏，正就是咧讲道的意思，就是讲你今日会当这部经典是参详家人有形的，毋是参详这家人无形的。这条家人有形的，咱拄着出家囝；啊，这条家人若无形，咱拄着出家囝，伊这个意思。啊，这部经典是会互你出佛甲出菩萨的一部经典。这部经典毋是一部迄个咱阿萨布鲁的经典。换一个解释，就是讲，过去迄杂志，迄杂志，迄物件，毋是即个物件。所以咱叫做正教，正就是这个不偏的意思。咱用深识来反问，那因为这个物件，因为咱对这段请甲看来，因为头前要讲来时间可能渐渐有，嘛咱话进前已经有讲过，无必要再来赘述，因为今日要讲是要讲13分。何况有人真能受持作相，这部经典讲到是遮来。虽说是经，虽说是经，就是讲这部经典的意思。乃至于数据顶，当伊处处一切天也是来供养，意思就是讲，这部经典有真修习的妙理在内底。阿修罗、天人爱该供养，但是我早头讲着，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因为佛陀就讲着是道。是咱拢讲着是道话，因为佛陀毋是看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即阵人无去，毋好供养，毋是即个道理。因为伊即阵人是三恶道的众生，伊基本上要来参用着这部经典，这部机会，因为伫地狱受着迄个痛苦的事难，很惨重。咱若要甲做一个比喻，就讲，这两日啊咱八仙龙，迄有一个什么豹，烧啊，迄咱学校迄个网络啊，扭来看迄规个火海，迄规阵人内底烧啊，跳过去，为烧啊90%啦，拢总烫伤啊。伊讲迄涂骹啊看，迄皮啊，迄皮拢总498个人的皮。手安甲摸着规个点拢烂，佮规个涂骹拢总咧皮啦，安尼啊，伫咧哀声不绝啦，叫声不停啦，迄个痛苦你毋知怎讲，我毋知啦。伊咧去坐迄个迄个歌星，迄个请什么人讲啊？
请话吼，讲伊有叫碰到，讲迄个艰苦就亲像查某人咧生囝，加15岁听，加15岁听，啊，因为查某人捌生囝，啊，咧生囝好知影吼，应该即个分刀有生囝袂当知影，咁分刀生囝会听加15岁啦，我迄个看话听安尼对啦，但是我请问咧各位啦，你第六刀？你读书刀，你落几刀，你接受着即个痛苦，伊敢有法度来参谋金刚经，敢无法度来参谋法？就参照真道理，498个真道理病遐，逐个遐，后面挨白叫我去甲讲金刚经敢听有？伊听到袂比金刚经啦吼，听到袂就飞就对啦。讲你问到这2节，你2少去，愈听愈艰苦啦。所以这个就是安尼来做比喻，互恁知影讲，确确实实。落几个出生就对了，伊无机会来参与即个问题。但是咱今日去白人会出，咱过去就是哪？咱过去1分、2分、3分、5分，咱过去就是种遮尔啊一个福报，咱即世会通来转世白人会出，甚至会当得闻着遮殊胜的道理，遮殊胜的三宝成法。三宝成法讲伫对。后壁说话咱听好，何况有人真能受持读书，何况有人有一个人受持修，就是忍耐心，持着意念无忘。你会当受着这套金刚经，你受到尾你智慧走，因为这套金刚经就是佛的智慧。今日你伫这本经典用功夫，到尾呢，